喺珠海總價68萬咧就可以攞到一套3房2衛嘅單位，而且係精裝現樓啊，首期3萬蚊，月供2800就可以全部搞掂晒，而且咧6樓就可以搞掂晒全部嘅衣食住行啊、商場、菜市場呢啲全部齊晒，而且隔籬咧亦都有香港直通巴士可以翻到香港荃灣同埋太子噶，8分鐘時間咧就可以去到珠海嘅萬達廣場啊、三甲醫院嘅，非常之方便。咁我哋而家事不宜遲，去示範單位嗰度睇下。睇翻呢層單位89平方咧，幫你做到3房2衛一個設計噶，咁成個會員咧係非常之方正噶，咁呢間房已經係駁咗，顯得個客廳係非常之闊落啦。咁喺呢個位置咧，35分鐘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嘅，8分鐘咧可以去到珠海萬達廣場啊、三甲醫院啊呢啲地方噶啦。而且咧樓下亦都有自帶大型嘅商業街啦、街市啊呢啲，6樓就可以解決得到衣食住行嘅，非常之方便啊！而且屋苑自帶香港直通巴士嘅，去到香港荃灣太子呢啲地方都冇問題噶。如果中意呢層單位嘅話，可以 call 我攞詳細資料啊！